弟兄姊妹平安，咱做伙阿头来祈祷。主，我感谢你，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主，归你的圣神，感到伫阮的中间，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开看心，要求主你的话语对阮的生命讲话。主，阮搁一摆要将阮今仔日所分享的话语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甲我伫地，互我无我靠我家己的熬，无我靠我家己的口才甲才能，独我靠圣神的引带。愿耶稣基督你伫遮做王。愿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要搁一摆邀请咱大家来关心神学院的需要。也毋望咱做伙会当为着神学院来祈祷。咱拢知影神学院是培养遮的传道师，未来的牧者的所在。除了有遮读牧师以外，也有即个教会研究、教会社工等等遮会当互咱未来若是有青少年、咱的青年，拢会当做伙为着上帝国来拍拼吼。不过咱看见讲，其实神学院拢拄着一个真大的挑战，什么款的挑战？无人要去读，是讲少子化啦吼。咱看见其实少子化不只是影响到咱的遮的国中小，也是讲咱的大学啦。其实伫咱的神学院内底，也有拄着真大的挑战啦吼。我咧做神学生的时阵，我1年级的时阵，阮班有16个啦，吼，16个同学哦，吼，16个是录取啦，吼。不过毕业的可能10个尔，吼，中间可能有诶休学啦，吼，有诶无读了诶，也是讲未毕业的啦，吼。不过后一届的时阵，有一届敢若6个人啦。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感受到讲其实一届比一届较少的时阵，看到真大的挑战就是。世间教会伊无传道人来去甲因牧养，也是讲咱看伫每一档的6月份的时阵，咱长老教会要抽签抽传道书的时阵，有侪教会是一定等待过6档，伊无法度请到传道书，伊有可能也请袂到牧师。所以咱看到神学院即马面对着真大的挑战，咱更加需要做伙来关心，也做伙伫咱的教会内底。彼此咱的鼓励，咱的青年，若是有感动，有受上帝的呼召，咱爱做伙来伫即个时代呼求、祈祷，求上帝拣选、差遣、呼召，即世代的青年，也是讲有感动的人，拢会当来做伙来考神学院。我的同学内底其实有一个年纪上大的，伊已经70几岁，不过伊游玩互我真感动，伊来读神学院，伊就是灿坤集团的董事长啦吼，伊叫做吴灿坤传道，即马伫日本啦吼，伊是我的同学，伊70几岁，伊受景调真特别，伊就是去佚佗的时阵啦吼，去行迄个圣雅各之路的时阵行，向圣神充满转来，个信主，马上个考神学院，伊即马伊原本对拜拜的，到即马一定做一个传道师伫日本咧宣教。所以咱看见其实上帝伊要拣选人、找歹人去读神学院的时间，拢无一定共款。有的是警察退休了后，有的是做即个职业军人退休了后，老师退休了后，搁去读神学院，因为因愿意受上帝呼召，伊无论伊几岁，因愿意互主来录用啦吼。所以我想，神学教育毋是干那对神学院开始神学教育是对家庭开始，家庭就是一个小型的教会啦吼。就是讲教会毋是干那讲囡仔等候教会，囡仔个有信仰，毋是囡仔的信仰是对家庭来吼。所以神学教育是对家庭、对主日学、对咱主日的礼拜来开始。所以咱伫主日礼拜的过程中间，其实咱就是亲像咧上神学教育吼。不过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咱看见神学院会欠缺，邀请咱大家游玩为着神学院来祈祷咱的祖报内底有一个细项的即个奉献袋，你若是有感动，你会当特别为着神学院来奉献啦吼。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没有。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就是呼召啦吼。什么是呼召？你敢知影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的呼召是啥物？
想象若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伊应该爱知影上帝对伊生命中间内底的计划是啥物啊？家己姊妹，你敢知影上帝对咱中分教会的呼召是啥物？你敢有思考过是安怎样？咱的中分教会要伫即个所在设立教会，咱敢知影？咱伫即个教会，咱的教会会当为着即个社区做啥物？你敢有想过上帝对中分教会10年以后的想法甲旨意？20年以后、30年以后，我想咱搁一摆爱来想看觅，到底上帝呼召咱的生命，呼召咱的教会的旨意是啥物啊？若是咱无常常去孝念、去孝顺的时阵，咱有可能会袂记住啊，咱有可能会失去原本的意向跟感动了吼。那咱啥物是呼召？呼召毋是干那针对牧者献身的人去读神学院尔，毋是啊。呼召也包括你甲我伫内底啊。最后说，伊要上天进前讲啥物？甲伊的学生讲：你要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啦。所以，差遣咱正大家行去即个世界，互万民做主耶稣的学生，是你甲我上基本的使命啊！你敢是耶稣的学生？敢是？是啊，所以耶稣对这门徒讲，也对你，也对我讲啊。所以呼召毋是干那去读神学院的神学生，才是呼召啊，是咱每一个人拢有传福音的使命啊。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特别的呼召，有可能是伫你的职场、你的专业内底、你的家庭内底，你有某一款的恩赐甲特质，伫教会中间，有的人真够关心人啊。伊真够一句话，就互人感觉真暖心啦，会当互伊开阔心，会当互人对伊讲出伊所有的艰苦啊。有的人真够安怎传福音啊？有的人真够教导啊？有的人啊，伊真够做遮足水的物件。逐个人的特质拢无共款，不过上帝要透过你所会晓的、你的专业、你的特质，要来传福音，你敢愿意？拄第一条歌叫做即个十架的爱啦吼，你敢有会记你甲主耶稣性命相拄的时阵，你敢会记你是安怎样要信主啊？兄弟姊妹，咱常常来想想讲，到底我的性命是安怎样会坐当遮做礼拜？咱的信仰敢是一定诚做习惯？咱的信仰敢有可能是家族的信仰？毋是啊。今仔日主耶稣讲的是啥物？是主耶稣甲你甲我的关系啊，毋是因为习惯，毋是因为家族啊。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甲上帝特别的故事，无论现在的咱是怎样，上帝的景调拢无后悔啊。有可能咱咧面对一个事工的时阵，感觉家己无气力，会惊吓啊，感觉家己做袂到。不过今仔日上帝要搁一摆对你讲，伊要呼召你甲我，伫即个世代的中间，为着失丧的灵魂来行起啊！咱今仔日看到的经文是咱真熟悉的经文，是关系到耶稣呼召两对掠鱼的兄弟要成做门徒的经节啦。这是上帝伊差派伊的囝耶稣基督伫世上咧传道的时阵，头一对呼召的门徒啊。咱看到经文讲啥物？耶稣看见彼得跟约翰啊。咱的经文是看讲看见啊。不过咱咧详细来去看的时阵，其实海边啊，遮尔侪人啊，遮尔侪人咧掠鱼啊，独独耶稣基督伊看见彼得甲约翰啊。这个看见有注意的意思啦，也就是讲，伫遮尔侪人的中间，耶稣注意到这对兄弟啊。兄弟姊妹，耶稣也犹原伫万百姓中间注意到你甲我。当耶稣行伫加利利湖边的时阵，看见因咧掠鱼啊。这对兄弟啊，伊的职业是啥物？负责掠鱼的啊。也就是讲，掠鱼啊，是因一生的工课，因一生的使命，因工作的收入，因的职业啦。
不过，咱看到经文真简单啊，当耶稣看见了后，就对因讲什么？来跟从我。兄弟姊妹，你等下行行去中文渔港，有一个人对安尼讲，你会感觉怪怪无？等下你若去中文渔港踅街散步的时阵，向有一个青云人跟你讲，来跟随我，你会跟随无？你要想想啊，你伫甲约翰面对着耶稣的时阵，当这个耶稣对伊讲的时阵，因是什么款的情况啊？不过咱看见耶稣讲，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啊！耶稣做一个邀请的动作，要互因一个新的生命的目标，一个新的生命的使命，无过是掠鱼啊，是要成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啦，得着人亲像掠鱼啊同款啊。咱搁一摆来看见经文的时阵，其实这两个兄弟啊无任何的回应啊，无任何的回应呢，因个随时安怎，甲这个希望啊放咧，就要军队耶稣啊，兄弟姊妹，你我多无？若是有人甲你弄门，哭哭哭，平安，我有感动要叫你甲我去非洲宣教，要放咧啊！你敢有迄款的勇气？彼得甲约翰竟然有即款的勇气，面对着一个青云人的时阵，当耶稣来呼召伊的时阵，甲伊讲你要得人如得鱼，因就安怎放咧啊？这是偌尔大的勇气，伊需要甲伊的希望啊放咧啊！兄弟姊妹，伊所放的，敢若亲像一个希望啊那尔，毋是啊？伊所放的是啥物？因舍下的代价是什么啦？伊的财产呢？伊随时就要将伊的资产放咧，将伊的收入的来源，有可能是伊的兴趣放咧，伊也爱将伊的身份放咧，伊也爱将伊的成就放咧，伊也将伊唯一会晓的物件、技术放咧。兄弟姊妹，这个网啊，甲这只船啊，也是伊生命的一切啊。顶礼拜团队甲大家来分享，这个玛利亚游园是安尼啊。玛利亚伊游园用迄个香油安怎讲互破了后，将伊生命的一切交互耶稣啊。兄弟姊妹，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阵，我感受到彼得甲约翰，伊拄到耶稣的时阵，伊看见耶稣的时阵，一定超过伊所有一切的价值。伊看耶稣赢过世就万米的一切啊！这是互咱一个真大的一个信仰信息啊！咱敢有听耶稣大过一切啊？咱敢有听耶稣大过你所意爱的物件？咱的生命中敢有迄款你掠条无愿意放落的网啊？毋那是遮个那呢？有可能是你的习惯啊，有可能是你的歹习惯啊，有可能是啥物？你的不安全感，你必须甲这个希望啊掠掉的啊，你无愿意放落啊。有可能是一项事啊，一个怨恨啊，一个伤害啊，一个无安全感啊，一个自卑感啊，互你地到安怎掠掉的啊？你无法度放落啊！兄弟姊妹，金钱无法度互咱成做咱世间的安全感啊！咱看见侪问道，伊拢安怎放落一切啊？今仔日耶稣除了邀请这两个兄弟以外，耶稣要搁一摆邀请你，你敢愿意来跟对伊啊？你敢愿意将你的生命尊主做大？你敢愿意伫选择的中间，犹原选择耶稣的教导？你爱耶稣吗？你敢有听耶稣？你敢有听耶稣？有听耶稣无？若是有听耶稣，你就爱听耶稣的话啊！你如果爱耶稣，你应该爱耶稣的话。你如果爱耶稣，你就会遵行他说的话。
这真简单啊。不过往往咱伫教会内底做会到，无一定伫咱的平常的生活的时阵，无一定做会到，因为人有软弱啊。所以咱必须爱安怎？每一天灵修，每一天读经、祈祷，是因为要互咱的性命重新搁一摆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赦免阮啊，赦免咱的罪啊。求上帝的话语真做咱的开展，真做咱的帮助，互咱会当赢过咱生命中的软弱，互咱会当赢过这个世间充满罪的时阵，对咱的捆绑，对咱的控制。圣经的开展会当互咱赢过罪伫咱生命中的影响啊。所以咱看经文，耶稣搁安怎？伫海边啊，拄着另外两位兄弟啊。哇！这两位兄弟啊，更加啊，这个，互咱感觉真白白啊！毋是干那放落遮一切那尔呢？经文讲到啥物？这个西庇太甲这个安迪烈安怎？耶稣又往甲因呼调啊！啊，来跟对我，来跟对我！伊毋是干那放落伊的财产那尔，佮甲伊的老爸安怎告别啊？兄弟姊妹。跟对耶稣的代价遮尔大呢？跟对耶稣的代价，除了放落一切以外，你该要告别恁兜的人啊！而且对因来讲，当因放落的时阵，毋知影讲即个找份人到底会当互因食，会当互因啉，会当互因住无？拢无法度想到啦。因无法度了解因的未来会拄着什么款的挑战，因无法度知影即位耶稣要带因到伫倒位去啊！不过，当因愿意放落一切的时阵，代表因将因家己的生命完全交予耶稣。对我来讲，面对上帝的呼召真无简单，因为毋是干那停留伫感动那尔。上帝的呼召毋是干那讲你今仔日去手敬拜而乐真感动，你去头前互牧师祈祷真感动那尔，毋是啊。对我来讲，面对呼召是一个上困难的课题啊。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时阵，又有真多的挑战啊！因为我有我想要做的代志啊，我有我想要完成的目标啊。不过当上帝来呼召的时阵，哇！你会发现讲，你安怎走，拢走倒来原点啊！兄弟姊妹，其实上帝真早就呼召我。我伫16岁的时阵就互上帝来呼召。不过我真无爱去读神学院，因为做牧师毋是我的意向啦吼，毋是我感觉我做会到的，因为我感觉讲做牧师24点钟随时拢爱接人的电话呢。做牧师，甲先爱承担足侪人的情绪，爱关心每一个家庭。我甲上帝讲，上帝，我做袂到啊！我对圣经也无遮尔济明白啦。所以我个为着要得撇上帝的呼召，我个去读研究所啊吼。我想讲读一个研究所，看我都走去海外上班个甲即个感动压落去。不过当我研究所毕业的时阵，厝内底发生侪的代志我的爸爸发生侪的挑战啦吼，那伫生命顶悬的遮的挑战。我的爸爸是一个童机呢。我是对一个拜拜的一个家庭出身，不过当我伫教会的时阵，我却无法度将即份耶稣基督的疼分享给我的老爸啊。不过我的爸爸又愿意拜拜啊。不过伫即个上帝呼召我要读神学院的过程中间，我的爸爸有3摆面对着生命的危险啊。不过伫即3摆的中间阮的牧师、阮的长老为着阮爸爸来祈祷传福音的时阵，我甲上帝讲。若是阮兜的人拢未明白你，想到你要竞选我去读神学院啊？我家的人都还没有信主啊。不过，阮爸爸经历3届的即个病危啦吼，到最后牧师、长老暗时祈祷，隔工，阮爸爸就完全医好3摆。不过即3摆我拢甲上帝讲我要读神学院，结果拢无去，因为心中是有千万的无愿意啦吼。不过伫最后一届，当我拄着阮爸爸真正足严重的时阵，左半边的脑袋中风，敢若即边会当动的时阵，哇！
我搁一摆甲上帝讲，上帝，我愿意去考啦。我讲上帝，我甲考一摆哪了，我只考一次啊。结果一摆就去哩啊，就到今嘛。所以对我来讲，面对神学院的呼召，其实毋是干那停留伫圣性充满，上帝来呼召你的感动哪尔。当我要你到神学院的时阵，我更加会当来理解即款的代志，因为伫神学院的上课的过程中间是有完侪的挑战甲痛苦，因为咱知影做神学生其实是无礼拜六、礼拜天啦吼，礼拜六、礼拜天拢爱伫教会，周间拢爱上课，所以基本上你咧做神学生的时阵，你拢是咧上课伫教会服侍。每一工我伫神学院起床的时阵，我来早祷会起床的时阵，拢讲上帝啊，我想要来遮。迄个时阵，我才发现讲，原来呼召毋是干那一摆那尔呢，呼召是每一工的啊。上帝的呼召是每一工的啊。上帝的呼召是你目睭闭开的时阵，你就活伫呼召内底啊。呼召毋是干那回应一摆那尔，呼召是每一工每一个时刻，拢咧呼召你啊。所以咱来看这段经文真趣味的是啥物？咱看到耶稣对因讲来跟对我，这两对兄弟仔个安怎放落了后来跟对？咱来看经文真趣味啦吼！这个耶稣跟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啊！”哈，这个跟从你原文内底叫做来啊，就是耶稣咧邀请你甲我来啊。不过当这个因两对兄弟仔放落伊的希望啊了后，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当他们放下渔网的时候，原文是啥物？真做门徒啊！伫中文内底，咱看拢是军队。不过伫原文内底是安尼啊，也就是讲，当你甲我愿意放落家己生命一切，尊主最大的时阵，迄个时阵，你就一定真做主耶稣的门徒啦。遐伫姊妹常常伫咱的国语的版本，伫台语的版本是看袂出来。不过，当咱放落一切迄个时阵，就一定开始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讲，当咱受到上帝呼召的时阵，咱若是无行动，就安怎停伫遮那尔。所以面对呼召，爱安怎？爱有行动啊！咱每一摆咧祈祷求上帝复兴咱的教会的时阵，咱无行动，会复兴吗？袂啊！咱每一摆咧祈求上帝伫咱的生命做工的时阵，咱无愿意亲近上帝，无法度啊！所以咱必须爱安怎？爱有行动啊！我们渴望教会复兴，我们就要有动作、有事工、有祷告、有付出，要付上代价。门徒付上的代价就是安怎？放落伊生命一切。那安尼，咱的教会敢有愿意付上代价啊？哦，所以若是咱面对着呼召无行动，呼召就停留在那里。不过当因愿意行动的时阵，迄点因就真做门徒啦。也就是讲，呼召爱带出行动，才会当活出呼召。吼，当我伫神学院的时阵2年级的时阵，我还去休学啦吼。2年级的时阵吼，是课业上重，搁爱参与做即个学校的即个事务啦吼，学生会啦吼，即个财务啦吼，有诶无诶吼，做侪代志啊。我讲哇，上帝我1到5拢满堂暗时啊，个爱晚祷个爱规划礼拜六个带青少年礼拜日若个排着讲道，哇若个拄着小兰州神学院是一礼拜拢有活动的呢，逐工拢有聚会呢。哇，迄个时阵真正是有够大的挑战，甚至是伫神学院的时阵，我捌甲我的牧师讲，牧师，我好像在旷野呢，我的生命很像在旷野啊，我得不到喂养啊，因为咱不断咧读册，伫教会是无法度专心做礼拜，因为阮神学生是爱带主日学，爱带青少年，是无法度专心做礼拜。我感受到我的生命伫
升学院2年级的时阵，我真正拄着真大的挑战啊！当我面对着无帮站、无远望的阶段的时阵，我犹原流目屎，求上帝帮助我，互我想起上帝对我的呼召啊！因为伫迄款抗野的过程中间，哇！你才原来才知影讲，上帝伫我的生命内底有偌尔重要。上帝是偌尔真、偌尔我的上帝。当人顺遂的时候，我们想不到上帝诶。不过，当困难、当这个环境困难挑战来临的时阵，咱才会常常想到上帝的重要。叫上帝来帮助咱啊！当咱受到耶稣呼召的时阵，不是干那代表讲会一切顺遂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代表我们会从此一切顺利啊。我们反而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不过耶稣伊不断地在伊的问道讲什么？你爱将厝起伫石盘顶啊！你将你的生命建造在哪里呀？风吹雨淋的时候，建造在石盘上的总不会倒塌，但是建造在沙土上的必倒塌。什么意思？咱来选择起伫石盘顶嘛。不过你起伫石盘顶会拄着风雨无？犹原会拄着风雨。不论你盖在沙土上、石盘上，咱的人生拢会拄着挑战、拄着风险。不过主耶稣伊应允咱是啥物？当咱的生命、咱的教会起坐伫伊的话语顶面的时阵，无论拄着恶淡等的挑战，咱的生命拢袂摇掣。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经文叫做啥物？题目叫做随你身后啊！咱来想象的是啥物？到底你军队的是啥啊？有拄时啊，咱一定毋是对耶稣，你敢知影？对毋着人啊！有拄时啊，是你对家己的感觉啊；有拄时啊，是你对家己的习惯啊，对你家己想要的啊。不过耶稣讲啥物？来到我之后啊，来到我之后啊。来到我之后，昂哥你安怎？对好调啊！你若无愿意读经，无愿意来做礼拜，无愿意祈祷，你哪有法度知影讲你到底有对调无对调啊？上帝予咱的圣经，就是要予咱知影，咱敢有活伫伊的心意甲教导内底啊？咱敢有真正将咱的生命，确实实完全grund对伫主耶稣的后壁？还是咱已经走无去啊？还是咱已经家己做主啊？咱要搁一摆来想想啊！咱毋是靠着家己的意念、家己的气力啊，咱是靠着咱的大牧者。咱敢有完全跟对耶稣？毋茫咱的教会会当记牢上帝予咱的意向啊！火热健康啊！对这点开始，团队毋茫咱的教会会当常常记得上帝予咱的意向啊，活力健康啊。什么是活力健康？咱爱有活命啊，咱爱有气力啊，咱爱有活力的心、健康的心啊。伫接落来今年的讲道内底团队拢会针对这4个目标内底，做伙来看圣经安怎讲，安怎来活力。什么款的生命，较是健康的生命？咱必须安怎带出行动，才有法度活出呼召啊！箴言29篇18章讲，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啊！那呢？你的意向是啥物？你的人生敢有上帝予你的意向甲呼召？那是你的生命。你袂记你的呼召，那安尼你就安怎？你毋知你伫倒位啊？若是咱的教会无意向，民就放肆啊！这是箴言甲咱讲的啊吼。毋茫咱的教会生命拢会当遵守耶稣基督的话，活出耶稣予咱的教导。最后，咱要来看这2对兄弟啊，
最后的处境是啥物啊？时间快转到耶稣死掉之后啊，咱煞来要修兰秋啊，咱要来看，这个门徒因对耶稣走过高山低谷啊，看过耶稣一行神迹，也看过耶稣拯救拉撒路对死人中割活，伊也看见伊行真侪的神迹来医治病人看见伊荣耀路程啊。这个门徒会当讲是甲耶稣真亲密、真亲近的一群人，伊也亲目睭看见耶稣死啊。咱看耶稣死了后，西门彼得讲什么？他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啊。”他们说：“我也和你们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什么意思？耶稣呼召因爱出去，互万民成做门徒。不过当因失去耶稣的时阵，失去一个老师的时阵，因竟然安怎回到过去呢？因转去到因原本咧做的代志啊，因转去因原本咧掠鱼的工课啊。不过因安怎回到起点啊？兄弟姊妹，当咱的性命要活伫上帝的呼召的时阵，咱就亲像这两对兄弟仔同款啊。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啊，回来到原本的所在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到什么？当我们忘记呼召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过去啊。当咱若是袂记哩教会的异象的时阵，咱真紧重分教会嘅过去真正同款，咱无法度继续往头前来行。当我的性命若是要往头前来行，袂记哩呼召的时阵，我就安怎转去到过去啊？以色列人毋是安尼嘛？以色列人，上帝要带因入去到迦南地，不过因过程中间一直不断袂记哩上帝予因的呼召上帝伫因的中间的同在，因犹原袂记哩个埋怨，要转去到埃及去啊，回到过去啊。所以当咱的呼召若是袂记哩的时阵，咱就安怎又回到原点啊。所以呼召毋是干那回应人尔，呼召是每一天拢活伫呼召内底啊。呼召是每一天闭目睭的时阵，每一个时刻拢伫活伫上帝的教导内底啊。我伫真正咧牧会的时阵，我听过一句话，互我毛骨悚然啊。伊讲伊伫教会内底咧做礼拜，伊也真参与伫服侍内底。伊也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啊。不过当礼拜结束的时候，带阮青年出去佚佗，哇！伊就开始变一个人啊，惊到呢。伊讲没有啊，我现在离开教会了啊，我已经离开教会了啊，我现在没有在聚会呢。什么意思？伊讲伊的信用是就像上下班打卡制啊。兄弟姊妹，咱的信用不是上下班打卡制呢。咱的信用毋是活伫教会要互人看哪尔呢？咱的信用是伫平常时伫你的家庭、你的性命、你的世界、你的同事面前，你拢爱安怎活出耶稣互你的教导啊？毋是干那伫教会内底遵守哪尔呢？毋是干那伫家庭遵守哪尔呢？伫你的学校内底，你的逐时刻拄着每一个人，你拢爱互人看见你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啊！所以兄弟姊妹，邀请你搁一摆要来鼓励咱的教会，咱搁一摆来到耶稣的面前，甲主讲：主啊，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愿意来跟对你啊！你敢有听耶稣？搁一摆来问你家己，你若是愿意听耶稣，你就会将耶稣的话放伫你的心内，你就会将耶稣的话当作你生命的准则，一生来遵照伊的教导。我相信，当咱的教会遵行伫上帝的话的时阵，上帝的圣神的开来要伫咱的内底，破碎的关系要搁一摆来恢复，受伤的要得到安慰，无平安的要得到上帝的平安甲自由。
最后对你的身后，随你身后啊。放乐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真困难的。放乐毋是干那讲讲到这个物质层面尔，搁较侪是你敢有愿意放乐你性命内在的习惯，你的价值观你的性命内底的软弱，你敢有愿意放乐啊？每一个人的条件拢无共款，我也相信每一个人拢有甲上帝无共款的经历。不过，咱有一个共通点是啥物？咱必须爱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啦！吼，不是干那放乐家己一切那尔，也要告别父母啊。圣经讲啥物？末后的世代不一定怎么样，婆媳之间会好啊，儿女之间的关系不一定会好啊，因为安怎？每一个人的信仰拢无共款，咱敢有愿意彼此来放乐啦，彼此顺服伫耶稣基督的话内底。咱拢了准讲回应呼召，必须爱放弃。不过，当我搁一摆徛伫遮的时阵，我想，毋是放弃家己想要做的，是我行伫上帝呼召的过程中间，上帝将我想要做的代志，做伙伫我回应呼召上帝这段路，做伙来完成啊！今仔日上帝也要搁一摆来呼召你甲我来到耶稣身后啊！你敢有愿意跟对伫耶稣的后壁？你敢有愿意放乐家己？虽然毋知影未来拄到什么款的挑战，不过咱知影，只要咱面对呼召，毋是干那你一个人咧面对，是耶稣行伫你的头前。是耶稣陪伴咱的教会，伊行伫咱教会的头前。咱知影咱的教会有原有真大的欠缺，不过当团队来遮的时阵，我相信上帝一定为咱备办。当咱愿意遵照伊的话，当咱的教会愿意尊主最大的时阵，上帝一定备办好。上帝一定知影，伊呼召咱的教会伫灵园这个所在有伊美好的旨意。不过，咱爱愿意尊主最大。今仔日耶稣要对咱大家讲，要搁一摆呼召咱的教会性命，讲来跟对我。你所跟对的，毋是一个家族的信仰；你所跟对的，毋是一个习惯来做礼拜的信仰；你所跟对的，是你的性命用真实诚灵对耶稣讲：主啊，我愿意回应你的听；主啊，我愿意将我的性命交托给你。主啊，我要宣告，你是我一生的救主甲愿望。最后，团队要甲大家来勉励，咱诚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咱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咱洗礼了后，无代表咱的性命就一帆风顺，无代表你就一定摕到天堂的门票，毋是安尼。洗礼代表是咱家己的性命选定耶稣是主，无代表咱的一生风平、一生平安袂。不过，咱会伫迄款恶淡灯的环境中间，耶稣基督的平安要家己伫地，耶稣的话语要成做你甲我的快乐。虽然我毋知影你拄着什么款恶淡灯的事，不过主耶稣伊即个时阵，伊要望你的性命，伊要望你的心，互你破碎的，互你受伤的，互你惊吓的，互你有侪侪烦恼的，伫主耶稣内底，咱每一个人拢要得到安息甲平安，因为即个平安是独独耶稣会当互咱的，因为即个平安是世上无法度互你的，即个平安毋是老爸老母会当互你的，独独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要成做你甲我的愿望。伫所罗来的受难周，咱要搁一摆来孝念主耶稣，咱要搁一摆来陪伴主耶稣咧行即段十字架的道路。我想即段时间，咱来开较侪的时间，伫经文内底，伫诗歌内底，咱做伙陪伴咱的老师来行即段十字架的道路。若是你是伊的学生，你就爱照伊的话来行；你若是听耶稣，你就爱听耶稣的话，你就爱用你的性命
活出耶稣的教导。耶稣要搁一摆对你甲我的生命讲：来，跟对我，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我们搁一摆宣告：主，我的生命要来跟对主你。主，虽然我的生命有多的挑战，恶担当的事，有软弱，也有艰苦，也有伤害。不过主，我相信，当我愿意开嘴祈祷的时，主啊，你要来蒙我的生命，你要让我的生命开阔，你要让我的生命无搁独一个人来面对主你，让我知影，伫顺境逆境，你拢陪伴阮行人生的路。主，阮在座每一个人，无法度陪伴彼此行到生命的路尾，独上帝你会当陪伴阮行过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惊吓，每一个挑战。主，我要将在座每一个人的烦恼交托伫你的手中。主，虽然我无讲，不过主耶稣，你的圣神要来成做阮的平安，要成做阮的帮助。愿主圣神，你充满伫中风教会内底，让阮众兄弟姊妹拢有谦卑受教的心，让阮会当愿意用阮的生命尊主你最大。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十字架的救恩，让阮会当赢过死亡的试探，会当让阮赢过一切罪恶的捆绑。因为你十字架的救恩，让阮会当透过你的保护，赢过罪恶伫阮生命中的影响，让阮会当搁一摆来到天父搁好。主，阮足疼你。主，阮的疼毋是干那对唱歌中来疼你，阮的疼毋是干那伫喙中来疼你啦尔。阮的疼你是用阮的生命，亲像拍破香油的玛利亚同款，将阮生命的一切上好的献上予你。主，我们将中文教会交托伫你的手中，让阮的教会会当完全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将阮的欠缺也摆列伫你的面前。主，阮知你一定为阮备办好势，阮只好完全来顺服主你的教导。主，阮感谢你，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